下面请欣赏舞蹈《千手孔雀》。娘娘，你有没有觉得那个人感觉怪怪的？那个人是你的未婚夫。我宁愿自己是个单身。那不是那个赵王吗？对呀，他怎么跳得这么猥琐啊？还好我当时没有嫁给他，不然我就成了最猥琐的妃子了。哼，真是。这不是那个狐狸精吗？哎呀，这下皇后娘娘可没面子了。就是啊，皇上怎么把她给带来了？娘娘，她怎么来了？以前皇上金屋藏娇，大家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现在他明目张胆地把人带出来了，就不能再愉快地玩耍了？皇上吉祥，免礼吧。今日我想和大家郑重介绍，这是苏小柔，希望大家以后要对她多多关照。以前知道姑娘姓苏，不知道名字叫小柔。小柔给太皇太后请安，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情况了啦！灰灰，快醒醒啊！灰灰，你快醒醒啊！怎么能驾晕倒了？你还在偷伦家了啦？伦家花了2个世界的裸妆，别哭了。本王脖子扭了。娘娘，怎么办？赶快叫太医啊！别担心，那小子装的。哎，大家都散了吧，今日的目的也达到了。恭送太皇太后。让你扭脖子，让你扭脖子，扭脖子，扭脖子，让你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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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绿篱，你脖子没折呀？你这2天不来看我也就罢了，怎么还盼我脖子折呀？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，你一见到他就心软、腿软、浑身发软。哎，别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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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一定是对他余情未了，你就是个负心汉。谁是负心汉啊？哎，娘娘，您来的正好，快帮我劝劝丽丽，她怎么一哭就收不住啊？你啊，长本事了你！快帮我劝劝，劝劝，劝劝。没事儿，这是咱绿姑娘的绝活。
行了，宝贝儿，不哭了啊。啊？怎么能说停就停啊？你呀，就是他的死穴。乖啊，宝贝儿，不哭了啊。我跟赵王进屋说会儿话，你在这独自悲伤会儿，嗯。走吧。走。赵王啊，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清楚。绿篱这孩子是爱哭，可是今天啊，他是真伤心了。真伤心啊！他有时候啊，对你爱答不理的，偶尔也会嫌弃你。可她自从嫁给了你之后，她的心啊，不由自主地偏向了你。你们俩的缘分啊，也从此解不开了。哎，娘娘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不是那种薄情寡义的人。绿篱这姑娘刚开始哭哭啼啼的，也挺讨厌。后来觉得她哭哭啼啼的，有时候的样子也挺惹人怜的。那你为什么一见姜氏就扭脖子呀？哎呀，我对姜氏已经没有半点旧情了。我当时实在是不想再多看他们一眼，所以才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。这个还请娘娘跟绿篱解释一下。绿篱那儿你就放心吧，她也不是不懂事的丫头，我帮你劝劝。谢谢娘娘。这次来呢，我是要提醒一下娘娘，毕竟我和娘娘是在同一个阵营的，不能眼看着娘娘吃亏啊。这次皇上把姜氏带到了众人面前，娘娘您可千万不能乱了阵脚，记住我的话，2条腿走路。我会把握分寸，只是齐胜这次让姜氏正式跟大家见面了，也就等于挑明了有一天会让姜氏取代了我。哎，娘娘，这里面的事情我最清楚了。皇上他自幼丧母，缺乏关爱，面对姜氏这样的女人，哎，他是没有抵抗力的。再说了，他们在一起，完全就是习惯了对方，并不见得就是爱情。可是我也往皇上那儿送了不少粥啊！哎，我跟他说话的时候都是尽量细声细语的，也没什么效果呀。怎么没效果？皇上是故意在气你啊！他气我干嘛呀？故意气你是因为喜欢你、爱你啊！你这个女人怎么连这点都看不出来啊？他喜欢我？这么大反应干嘛？喜欢你啊？哎呦，哼！哎，他喜欢我不是不可以哈。要是能利用好这一点，促成了我们的大事儿，那就更好了。这就对了。就算事儿不成啊，我在他心里也能留个好印象。他念着我的好，也许还能保我一条小命。这才是你说的2条腿走路啊！2条腿走路。对了。现在啊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挽回齐胜的心。好，这件事情我要好好想一想，你先回吧。哎，这个绿篱的哭功简直是一流啊！那本王就先告辞了。错了，来的时候扭的是这边。啊，这边，走吧。好。慢走啊。宝贝儿，皇上有几日没来咱们兴圣宫了？已经足足5日了，娘娘。我还在想，您心怎么这么宽呀？这几天您该吃吃，该睡睡的。要是换做我，绿篱可做不到。我能跟你这个小丫头片子一样吗？我这叫放长线钓大鱼。我这线啊放了这么长时间，是时候该收收了。娘娘，那您打算如何收线啊？咱们好久没给皇上送汤了，走，给皇上送汤去。好。等一下，用点这个，这是西域进贡的香粉，又名摄魂香，您今天晚上肯定用得到。绿篱，我用不上这个，咱们走。